大家好，又係我 AI Mini。2026至27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啱啱出爐。今年財爺個主題係創科驅動金融賦能，聽落好宏大，但作為普羅市民，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今年有冇糖派先，政府盤數搞成點呀？今日呢條片我哋分兩部分，首先會俾個1分鐘貼地懶人包，大家睇下你荷包多咗定少咗錢。然後我哋會同大家拆解今次預算案最惹起爭議嘅兩大重點，篤穿所謂轉虧為盈嘅殘酷真相，同埋政府破天荒動用外匯基金搞基建，到底有幾大鑊？首先戴翻個頭盔先，肥拔已經用 AI 多次為呢個文章檢查，盡量保證數據準確性，但係作為社會評論，一定會有情緒，同埋今次嘅分析，只係想用一個中四學歷廢老嘅角度睇今次財政預算案，肥拔絕對冇意思挑戰任何法律同埋政府權威。國安法時代戴頭盔好重要，如果需要，肥拔可以唱2次國歌表忠先。好，廢話少講，即刻入懶人包。今年政府派糖可以話係繼續縮水，主要有以下幾點，大家聽實啦。一、退稅得返3000蚊。薪俸稅同利得稅雖然話寬減100%，2025、2026課稅年度，但上限得返3000蚊，對比以前動輒退1萬幾千，真係買部平平地嘅手機都唔夠喎。二、差餉寬減1000蚊，住宅同非住宅物業差餉，淨係寬減頭2季，每季上限500蚊，即係全年最多慳1000蚊。三、基層出雙糧。綜援、高齡津貼、生果金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同在職家庭津貼會發放多半個月金額，即係俗稱嘅出雙糧。四、免稅額加碼，好消息係基本免稅額加到145000，子女免稅額加到14萬，供養父母免稅額都有所提高，總算幫中產家庭減輕少少負擔。總括嚟講，今年嘅派糖措施真係勒緊褲頭。點解政府咁手緊？因為財爺話要財政整合嘛。肥拔話今年佢花紅得0.5，發脾氣買咗3000幾蚊玩具，應該可以幫補少少。講到財政整合，財爺喺預算案入面好自豪咁話，下年度2026、2027年度綜合賬目預計會有221億盈餘，財政儲備會回升。哇！明明經濟大環境咁多挑戰，點解突然會有錢賺？大家睇真呢份表，呢個所謂嘅盈餘根本係一個數字遊戲。呢221億盈餘係計埋借錢先得出嚟嘅結果。政府下年打算發債借高達1600億元。如果我哋搣走呢筆借返嚟嘅錢，再扣除還債嘅支出，下年度嘅真實面貌其實係過千億嘅赤字。最令人擔心嘅係，政府未來5年發債規模加碼到每年1600億至2200億，當中有一半竟然係用嚟為短期債務再融資。講白啲，即係債冚債，借新錢還舊債，唔計借錢就年年見紅，計埋借錢先勉強有盈餘。呢個絕對係一個結構性財赤嘅嚴重警號。除咗瘋狂發債，今年預算案仲有一個全城譁然嘅舉動，政府破天荒決定喺未來2年，每年由外匯基金抽走750億，合共1500億，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去搞北部都會區同其他基建。網上即刻鬧到立立亂，有網民好激動咁話，政府連最後嘅壓箱寶都要抽走去填北都個黑洞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正式宣告完結。究竟係咪真係即刻玩完？我哋冷靜啲，用數據講說話。外匯基金總資產超過41000億，今次抽走嘅1500億佔整體不足4%，而且呢筆錢係來自投資組合嘅盈餘，並唔係用嚟死守聯繫匯率嘅支持組合。所以客觀嚟講，抽走呢筆錢絕對未至於令外匯基金乾塘，亦唔會即刻拖垮聯匯。但係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冇問題喎，呢個動作最得人驚嘅地方唔係個金額，而係開咗個極度危險嘅先例。大家諗下，如果冇咗呢每年750億嘅橫財，政府就算發盡債，未來2年盤數依然會係幾百億赤字，即係話政府依家係靠借錢加食老本嚟幫盤數化妝喎。政府強調
今次只係轉撥投資收入，而且係喺不影響金融穩定嘅前提下進行。但問題嚟啦，第一，萬一下年外匯基金投資損手冇錢賺，咁點算？北都啲工程係咪即刻停工？第二，不影響穩定呢句說話由邊個定義？咪就係財爺自己咯。球證又係佢，球員又係佢。以前外匯基金係神聖不可侵犯嘅救命錢，係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嘅信心保證。依家大門一開，未來如果北都嚴重超支或者賣地繼續流標，政府會唔會再喺外匯基金抽3000億、5000億？呢種財政紀律嘅鬆懈，將外匯基金變成政府嘅專屬提款機，先至係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最隱性、最深層次嘅傷害。肥白詩人有句說話想講，有啲嘢雖開有條路，數據上要冷靜，但情緒上係要小心嘅。你睇佢公司講就天下無敵，花紅出得0.5就知啦。總括嚟講，今次預算案派糖縮水只係表面，背後反映嘅係香港傳統量入為出嘅理財哲學已經徹底改變。我哋正走上一條依賴借貸同消耗儲備嘅高風險鋼線之上。唔知大家對今次預算案嘅派糖措施滿唔滿意？你又覺唔覺得政府抽外匯基金搞基建係一個危險嘅做法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了解預算案嘅真相，記得俾個 like，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